后来政坛的消息，来看这条，互看作是政坛的震撼弹，就是中华县的议长谢典林，昨深夜宣布退出到国民党。外界的解读，谢典林是准备要来替郭台铭独立来参选到总统。谢典林的姐姐，也就是立委谢依凤，早起接受到访问。伊讲厝内底的人已经甲小弟苦劝真侪工，因尊重小弟的选择。只是遮底下两个人，一个我侯友宜，一个我郭台铭，红经体是买双保险。谢依凤是来反驳讲，这当然毋是双保险，只是两遮底下伫政治上的选择有所无共尔。我感到非常的惋惜。身为他的家人，我对于他的决定表示尊重。谢依凤因小弟，也就是中华县的议长谢典林，伫半暝宣布退出国民党。谢议长与柯市长还有郭董之间的互动，目前都还在我们党规范的范围里面。八会讲因小弟拢符合规定，特别是这两天谢典林甲过党的要高问题共台，引起未少的讨论。谢典林就表示讲，逐摆若接待贵宾拢真谨慎，伊真敬爱身兼多一个大姐，伊嘛无希望讲互有心人顺风杀倒墙。伫政见上无都继续甲国民党做伙作战，议员感觉有淡薄仔无奈。你退党的事情，郭董有事先知道吗？有啊，我脸书那个照片，他叫我不要再让他出国前，叫他上飞机以后再推啊。他有跟你说为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伊伫7月31写文章要退党，抑过声明日期是写7月24，进日一天就是谢典林缺席的国民党全大会。这一连串的动作被质疑讲，敢是过党的决定要参选啊？发布之前已经想了1个礼拜了，因为我也不想让我姐难做，因为我也不想要故意犯规，然后让大家骂。不要再给所有的小鸡过多的压力，这不是双保险，而是我们在政治的抉择上面就有不同。讲一个挺侯友宜，一个支持过党的，绝对不是买双保险。过党的嘛，到谢典林的面前回应讲，党职不在，抑过党魂永存，咱做伙打拼。是讲谢典林退党多拄着侯友宜访问日本，党中央确实有淡薄烦恼。刚才助理教练有打电话给我，那他希望我的说法里面的确必须要特别的照顾近办，不希望影响到市长访日的这样的行程为主。对于国民党来讲，2024年的大选已经差人一截啦，这时又阁有人退党，整合之路真正是愈行愈困难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